歡迎收睇或者收聽香港人看英國新聞。今次呢集係來自獨立報嘅報導。英國財政大臣李運晴 Paycharius 正係面臨前所未有嘅財政壓力，因為預算責任辦公室 Office for Budget Responsibility 下調咗生產力預測，令政府預算嘅赤字再擴大200億鎊。有經濟學家警告，除非加薪俸稅或者削減公共開支，否則冇辦法平衡預算。李運晴正考慮豪宅稅、賭博稅同銀行利潤稅等新稅項，但被專家批評改革唔夠進取。工黨內亦出現分歧，前首相白高敦 Gordon Brown 要求增加福利開支，而副黨魁布洛斯 Lucy Powell 就主張公平稅制，反對削減福利。外界預料李運晴可能打破工黨唔加薪俸稅嘅承諾。佢早前喺沙地阿拉伯出席論壇時，歸咎脫歐推高通脹，同時宣布同沙地簽署64億鎊投資協議，期望刺激英國經濟增長。詳細新聞內容：英國財政大臣李運晴而家面對好大壓力，因為最新經濟預測話，佢嘅預算案黑洞會再擴大200億鎊。有經濟學家警告，如果唔加薪俸稅或者大幅減公共開支，根本冇辦法平衡財政。外界普遍預期嚟緊嘅11月26號嘅預算案會好難搞。預算責任辦公室最新下調咗生產力預測，令財政缺口由400億變到超過600億。英國財政研究所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表示，若果政府堅持唔加薪俸稅、增值稅、VAT 同國民保險，轉而加一堆細稅，就會令經濟受更大打擊同增加制度複雜度。研究所高級研究員迪勒斯特 Isaac de Leicester 指出，理論上可以籌到錢，但代價會好高，仲可能對經濟造成不必要嘅傷害。佢補充，其實政府仍然可以選擇減少開支，但政治上風險都唔細。據報，李運晴而家正考慮多個新稅項，包括每年對超過200萬鎊物業徵收1%豪宅稅、賭博稅、銀行利潤稅、資本增值稅改革，以及取消退休金稅務寬減。不過，佢嘅經濟顧問前財政部部長奧尼爾勳爵 Jim O'Neill 就指，呢啲措施唔夠進取，應該推動真正嘅改革，例如取消國家養老金3重保障、血暴率、改革房產稅同福利制度。國家經濟與社會研究院副院長米拿特 Stephen Miller 就認為，要填補財政缺口，最現實都係加薪俸稅，否則稅制只會越嚟越亂。至於李運晴自己就話唔會靠借更多錢去填財政黑洞，但佢而家面對黨內壓力，反而係要佢加開支，唔好減。前首相白高敦下星期就會帶頭要求取消兩孩福利上限，而新任副黨魁布洛斯以公平稅制為口號上任，明言反對削減福利。李運晴同其他部長都刻意避開提工黨嘅競選承諾，即唔會加薪俸稅、增值稅同國民保險，令外界更加相信佢可能打破呢條紅線。獨立報仲爆料，指政府內部已經傾緊提高 45P 最高稅率，或者降低收稅起點。同一時間，李運晴喺沙地阿拉伯出席未來投資論壇時，繼續表示脫歐係令英國貿易成本上升、推高通脹嘅原因。佢強調要同鄰近國家重建貿易關係，先可以壓低成本。佢亦宣布一份總值64億鎊嘅雙向貿易投資協議，包括50億鎊出口融資，幫助英國製造業同創造幾千個職位。李運晴指呢啲承諾會令商業機會爆升，為重建英國經濟打好根基。呢集講到呢度先，多謝大家收聽或者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